別的男人，孩子我都有了。哎呀，安娜，別着急嘛。我覺得我們之間啊，還不夠了解。不夠了解。我看是你不行吧？什麼？我不行？我告訴你啊，從小到大，我最討厭別人跟我說不行。那今天晚上就行一次吧。不行。不行。不行。顧西城，司徒果然说的没錯，你就不是男人，就是个 gay。你以后啊，别想再約我。哎，我是 gay， 我是 gay。司徒这個混蛋！我去，好安靜的包廂啊！搞得我有點不太習慣呢。嘛呢？啊？思考人生呢？人呢？都幹嘛去了？嘿，我這麼怠慢我們的顧少啊，太過分了！你等着。喂，姑娘們呢？怎麼着，讓我們獨守空房啊？啊！顧西城，你要幹什麼？自家兄弟也不放過？我問你，你是不是跟別人說我是 gay 呀？從你目前的所作所為來看，你是 gay 的可能性很大呀！啊！司徒說：“我告訴你，老子不是 gay， 喜歡女人。”這不是我說的，是你老婆說的。什麼？我老婆？賀錦熙啊？耶！他還說你經常說夢話，在夢裡喊上我的名字。賀錦熙，你幹嘛？回頭我再收拾你。